大家好，我係阿 Keith。好多香港客戶嚟中原揾大灣區物業嘅時候，除咗中山同珠海之後，問得最多嘅就係惠州。不過好多香港嘅客戶就分唔清楚惠陽、大亞灣同埋惠城區嘅分別。咁我哋今日呢條片咧，就會先為大家拆解惠陽區同埋大亞灣呢兩個地方。咁如果大家咧預算唔係好高，但係又經常咧需要翻香港同深圳嘅話咧，呢條片就絕對啱你嘅。好多人誤以為惠陽區同埋大亞灣係同一個地區，咁但係其實兩個地方嘅發展同埋定位都係相當唔同嘅。惠陽區早年工業發達，而家已經發展成一個相對嘅成熟嘅城區㗎啦，居住同埋工作人口都比較多，同埋佢嘅生活配套咧已經係相當之成熟㗎啦。而大亞灣係屬於新嘅規劃區，街道整齊，有海岸線，亦都有紅樹林濕地公園。咁喺產業方面咧，就以一啲港口物流、現代服務業同埋高新科技為主，咁佢一常住人口同埋工作人口都唔少嘅，生活配套亦都相當齊全。另外好多香港客戶都有個誤解，以為惠州大亞灣有核電廠，其實核電廠唔喺惠州大亞灣，喺深圳嘅大潭。咁其實離惠州大亞灣都有相當遠嘅距離，大家可以放心。咁香港客戶一定好關心翻香港嘅時間同埋使費啦。咁我依家就分3種方式嚟到同大家解説一下。咁第一種係最平嘅方式，咁大家過咗關之後搭深圳地鐵。如果你經14號線去到沙田站或者16號線去到田心站，你一落咗車之後咧，再轉呢個區內巴士翻到去自己大亞灣或者惠州嘅屋苑，其實全程都係講緊10零蚊嘅啫。咁如果係60歲以上嘅長者搭深圳地鐵同埋惠州嘅公交，基本上有0票價嘅優惠。咁即係話你過咗關之後可以唔使錢翻到自己屋企㗎啦。咁第二種咧就係一啲唔貴但又舒服嘅方式。咁其實呢個蓮塘口岸咧有西湖出行呢一啲跨市嘅豪華巴士啦，咁就由口岸嗰邊咧直接去到好多呢個大亞灣嘅大型屋苑。咁其實個車費嚟講都係講緊20蚊有找嘅，咁車程都係大概1個鐘左右嘅啫。咁第三種係最快嘅方式，西九龍咧其實係有高鐵咧直接去到惠陽站嘅，咁車程大概1個鐘度啦，咁票價大概人民幣100蚊到。咁如果你話要即刻翻香港來回要做一啲比較急嘅事嘅話咧，咁可以搭高鐵啦。其實目前深圳樓價依然係比較高嘅，有唔少喺當地嘅白領咧都會選擇搬去大亞灣同埋惠陽呢個地區住。咁佢哋基本上嚟講，每日咧就會係朝頭早就會過翻去深圳嗰邊做嘢，夜晚就翻返嚟住。咁所以咧，目前居住喺大亞灣同惠陽嘅人口咧都相當唔少，亦都絕對唔會話有啲坊間所傳嘅係鬼城嘅地方。其實目前當地嘅商業配套咧都相當之充足嘅。如果你話大商場嘅話，有天虹啊、萬達呢啲咁嘅商場啦，咁買嘢食嘢相當之方便。咁呢啲牌子基本上好多都係香港人熟悉嘅。咁至於醫療方面咧，當地都有3甲醫院嘅，就係呢個惠州市第6人民醫院。咁正常嚟講，我哋一般做體檢啊，以至平時睇病嘅話，絕對冇問題嘅。當然大家就會關心嘅樓價問題啦。咁其實深圳坪山依家新樓住宅樓價大概每平方米都要3萬幾至到4萬蚊不等，置業門檻都相當高嘅。而惠陽同大亞灣目前新樓住宅樓價每平方米大概8000零至到12000蚊不等啦。咁如果你係話要近呢個高鐵站啊，或者係萬達商場啊，以至到你真係好近深圳嗰啲地區嘅話咧，個樓價會高少少，咁可能就1萬至到12000蚊不等啦。咁至於其他地區，其實1萬蚊以下都有交易㗎啦。咁至於你話以一個90平方米3房嘅住宅單位為例啦，咁如果你話入場價，其實可能講70零萬已經買到㗎啦。咁個樓價對比深圳同香港嚟講，自然都係比較優勝啦。咁最後我哋嚟一個總結啦，大灣區各個城市都有自己嘅優點同埋缺點，冇話邊個絕對好嘅。咁最緊要就係邊一個城市啱你自己嘅要求。惠陽同大亞灣最適合購房預算唔高，需要經常翻香港同深圳，亦都要求交通費平嘅客戶。好啦，今日就分享到呢度啦。咁大家如果想攞到當地最新嘅啲樓價資訊，以至到你想去實地現場參觀嘅話咧，你都可以打電話或者 WhatsApp 聯絡我哋中原海外，我哋同事可以帶你去現場睇樓嘅。好啦，咁今日到呢度為止啦，下次再見。